猪八蛋哥 ，Hello， 那个 ，Hello，熊熊美女，哇塞，你都要想好久才能想得起我的名字啊！你是不是把我给忘记了？没有忘记，你方便跳 disco 吗跳什么？disco ？disco 是什么？ DJ 大龙吗 DJ 摇起来的那种，那样。我觉得可能你更适合跳呢。你可以跳吗？你看你刚那整那两项就挺。你可不可以跳 DJ？ 你可以跳 DJ 我的话。跳 DJ， 你可以教我，我可以跳呀，没问题啊。但是我跳不了。跳 DJ 是很简单呀。很简单吗？一会儿你做个示范，我跟着你跳好不好？我如果输了的情况下，我现场学习一下，好吧？跳 DJ 不用教你，就像这样一样。这个叫什么？可不可以？我输了，我跳这个。可以啊，待会儿你给我放着，我给你跟着他跳嘛，没问题啊。你输了呢？我输了，我也可以跳呀。我不想让你跳这个舞女类。舞女类什么意思？舞女类就是那个音乐叫舞女类，知道吧？视频给我看一下。我给你放一下音乐，你听一下呢，好吧？你有没有别的手机？我有别的手机，但是没电了。听到了吗？哦，我知道了，会跳。会跳这个吗？会跳。行。会跳。你说你跳这个好吧 OK。我说我跳你刚说的那个 DJ 是吧？好，3、2、2、1，来开始！妈了，早起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加油一把，兄弟们！首次翻倍，兄弟们加油！你妈了冲！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们，你们一起加油一把，一起加油一把，兄弟们！等一下啊，兄弟。等一下啊，600多个人，兄弟们，墨迹热气就有的话，团结一把。墨迹热气就有的话，团结一把，兄弟们。点眼连马个马克，跟这多少实力装我去是。OK， 感觉嘛咱们这边你马路走咋的？这个山东嘛的，这啥了？车上几家动车，你马路子车上几车，哪车上？下给的很多马辈子，50几的40几车的好行个。OK， 这话嘛咱没这做咋的？前面的这就的得就他们那吧。干嘛动作今年去买的我唱上个你马路子一车的个了，老装嘛。这种地方搞喷的大牌装模原来是喷的 disco 去插起多呢，你妈了做装模原来是搞的多嘛的，但有啥个嘞？你要地点什么？你这做对不起，你妈了做对面那么同情，等着你了连就送的个是大吉了，这喷的 disco 插。感谢，谢，真的谢谢个人节前面弄啊，个人节看你。他小心去讲啊，这个小心去讲啊，他们那把小心去讲啊，没得这个小心去这叫的小心去这，没得这个小心去这干到弄个这个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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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爸三个姐去多，前面装么全部接后的人嘛，你那我不我上去要考没有没，你妈了做干的有个的，前那吧，没事就嘛讲的忙起啥，你妈了从呀，上一周的日期就也准去打完他们那吧。你这个陪我上东西东西肉多给我看破的，你妈了做就马开那个3、2、1，开！日期就墨迹就叫打完他们那吧，你妈了做日期就墨迹，加长看了大概多路的的特给，后面的个偏头就是一个，
你妈了从。我儿子的个是家在是的那么的，你妈了从家么的。Hello， 感谢多谢，谢谢，感谢多谢。谢谢爸大哥。到这热气球这个激动三家做差的，那就热气球恰恰嘛讲了，我家说什么嘴嘛，你妈了，感谢爸大哥。其他大哥大姐有没有热气球？打热多的在偏热啊，他们那么开了个热啊，姐妹，前那么个开了个热啊，嘛在讲么个啊？你妈阿罗做么个？多少门个站在的大姐那么唱，尽量过来做他虽然嘛在没，你妈阿罗没。कारण जे रचिचो तो मोजी दारे दोरे रचिचो मोजी दारे दोरे इन आखी मनाबा रचिचो मोजी दारे दोरे चा हुद गुरो जेद गुरो हिम नंबर रचिचो मोजी दारे दोरे चा जेद गुरो निमालो तो तांगा पोंट चफाची चाडी जोन गाती निमालो तो ती जेमोत खोखोरेस आपन खोखोरे ता जसनो तना我在这打发自己，什么动个样子？西巴坡，完了没有？你妈都错了，跟到农家接人的时候打，跟到农家接人的时候，他真是这个，呀，刘胖呀，其他怕的自己是累呀。谢谢我的好哥哥们，你们总是站在我身后。谢谢我好哥哥安哥哥，谢谢我好哥哥丫丫哥，谢谢我们宝宝最美长沙小李鸽子金言下，谢谢每位占榜的朋友，好的，我说了，感谢大家。服装都换好啦？服装都穿好了，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给你放音乐还是你自己？你给我放大。我给你放大，我给你放音乐是吧？音乐你放，你给我放大。OK， 但是放大要等这个 PK 结束之后才能放大。几秒钟？还有几秒，稍等一下。OK， 好，我给你放大了，姐妹。你这个声音好听啊，熊熊。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好好跳啊。跳的有感觉一点，OK， 可以了，可以跳一段就行了，辛苦啦！哎呦，无法自拔，停不下来了是吧？我感觉来了，好，行，那我给你换一个曲儿。他不要了啊？现在感觉没有了。现在感觉又没有啦？对，马上就没有，马上就来了。我以为我给你换个曲儿，你还想再跳会儿呢。他是唱，我知道他是唱歌的，他跳也不错的，他跳舞也还可以的，至少是协调的，没有顺拐，没有不行。
好的，兄弟们，熊熊美女点点关注啊！这个美女也是我缘分的一个。关注吧，哥姐们，大家。熊熊美女也是我缘分的一个朋友，真的像那个一笑美女一样，兄弟们。你的节目那个俺个来个直播起来听，你妈老是听。一笑美女个俺个来个直播起来听，你看俺个来个直播的，另外个直播的，他们从那个关注的结果是什么呢吧？啊，我说我的家人们，我们两个是一个缘分的朋友。我们两个的中间上没人支持的，感谢对面的大哥送来的抛出，谢谢大哥。丫丫哥去了吗？谢谢哥。我们两个是缘分的朋友，所以叫我的家人们给你点点关注，对不对？对，大家。有时候你们想看熊熊美女的话，对面去点个赞。送不送礼物是不存在，兄弟们。有实力的话可以送礼物，没有实力的话没事，就悄悄的点点赞，最大的支持，真的。是的，欢迎大家来到小熊熊直播间。很多人现在给你关注了吗？我看看，鼎鼎大明哥给我点了关注，我看到了。我看看，1、2、3、4个给我点了关注，2位了。不止4、5个人，马上就200、300个人，马上就会关注你。真的吗？真的。感谢我丫丫哥发的大红包。你看啊，熊熊美女。好。3、2、1，对面点点关注。关注。感谢大家，哇，谢谢大家关注了主播。哇，我丫丫哥破费了，谢谢丫丫哥，感谢所有。这个话一定说一下，嘎真切，感谢大家。还有你说一下，会说吗？嘎嘎，不是嘎嘎，嘎真切，我只知道你上次教我的，我记住了的哥。嘎真切，感谢大家。嘎真切就是特别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注，哇塞，马上100人了，直播间这么厉害，港珠巴蛋哥，肯定厉害嘛。直播间马上100人了都，给你连麦可以啊，涨人的，好多藏族的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我现在让你跑200个人，你信不信？真的假的？真的。哇，我今天晚上不到2分钟。不到2分钟，我让你人气200个人，你相信不？真的可以吗？我还没有感受过200人呢。你从来没有上过200人吗？今天晚上我让你感受一下。好。3、2、1，我这们吧，我人家不能做才去做路去的，你妈了就看破了。我人家做才去做的，他没家在啥子？最后没家嘛是鬼嘛的，没家不能做才去做的。欢迎大家，现在100人了。没家做才去做的，没家做才去做的，没家是多才。感谢关注，谢谢关注。2、1，没家是多才去做的，没家是。点关注，哥姐们，点关注。哇！190，感谢我丫丫哥的大红包。什么190？217。217了。我看看，不好意思，我这里有延迟，现在是217。你看嘛，现在200多。看到了212，我们家哥哥给大家发了个红包，给小熊熊点了关注，哥姐们，我们参与一下大红包。左上角我们家哥哥发了一个全网最大的红包。红包连续没有那最long，听不懂吧？红包连续没有那最long，红包连续没有那，感谢对面的大哥送来的跑车，谢谢。红包连续没有那最long的，干嘛帽子去判断那句嘛？最高门连就找了控制大哥对吧？这全部人过来了，52几场，54几场过来。藏族的朋友，感谢你们的关注。红包连续没有那碰到小熊美女直播能做红包发我的噻，他说最long。我们抢红包，哥。带我能不能跑一下300个人？你相信不？破300。然后破300。我觉得200已经是极限了，真的可以吗？港珠巴蛋哥。你妈了从3、2、1，感受一下。300人，没剩下，300人，兄弟们，300人。哇，288了，哥姐们，最后12。什么288？马上到300人。哇！你看嘛，牛。我的家人们给我的面子怎么样？
哇塞，这也太强了，港珠巴蛋哥，这直播间他们都是特别喜欢我的人品，真的说实话，特别喜欢我的人品，特别喜欢我的歌声，所以就他们都给了我，感谢。果然是家人们，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一个人，真的。看出来了，我看到了港珠巴蛋家的哥哥姐姐们，这凝聚力都。我也给你们那么大的，大钱那么多马上。哇，马上400人了，哥，马上400人了，我去，也太厉害了吧！直播间的哥姐们，你们也太牛了。这凝聚力好强呀！大家没给小熊点关注的哥哥姐姐们，麻烦大家给我点上一个关注，好不好？哥哥姐姐们，感谢大家了，嘎真切！谢谢所有藏族的哥哥姐姐们，感谢大家，谢谢所有从对面过来的朋友们。还有你会不会说那个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哦，扎西德勒。秋冬撇吧，嘎斯些。秋冬可怕。切让。让不是让噼吧嘎斯些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感觉呢？切让噼吧嘎斯些这个好难哦。这个好难吗？这个有点难。切让不是切让ra 多大俺呀让切让噼吧嘎斯有他这个老师要抓脑壳了，这 demo 简单一点的这 demo 秋德莫你好的意思这 demo 秋德莫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秋德莫，你们好，感谢。不是 demo 那个不要说嘛，那个字很难听的，不是一般，很多人生气了秋德莫不是 demo 不是 demo 对面要是当老师的话，我能把他气死了，对吧？demo 这个还不对。我这么点名。切容配嘎哥斯修娘，太难了。他们给我打中文了，哇！谢谢康巴汉子，哇，这应该是对我的肯定吧？康巴汉子是不是对我的肯定？康巴汉子是我的一个家人嘛，应该是。谢谢，感谢康巴汉子哥哥。人都是会像嘛。有没有实力是自己的缘分，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缘分听懂了，是感谢大家啊！大家没给小熊点关注，哥姐们，我们可以点关注哟，感谢所有家人们。给他点关注，兄弟们，在我也。你播到几点？港珠巴蛋哥你平时现在都播到几点呀？直播播到几点？我平时差不多1点半下播，我要去演出。你现在还在外边吗？我现在在家里，等一下要去演出，唱歌，演艺中心。晚上还要演出？我们西藏那边演艺中心晚上开门的呀。你们那边白天演艺中心开门的有吗？晚上的演艺中心？你晚上的演艺中心没有去过吗？晚上的演艺中心那不是酒吧吗？
也不算酒吧，这个是专门唱歌跳舞的地方。哦，专门唱哇！你晚上下播了之后还要去演出，也太拼了吧！缺德！你们好，你们好，哥姐们，每个小熊点关注的，我们点点关注哦。演艺中心藏族那边哦，我是重庆人，哥姐们，我是重庆人，重庆人，他们都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重庆的，我说我们晚上没有这种专门。你现在在重庆吗？对，我现在在重庆。哦，你在西藏吗？我在西藏，那我以后来重庆的话，找你，我们两个去吃火锅。可以的，请你吃火锅。听说很多人说重庆火锅特别好吃，说真的。非常不错，请你吃火锅，欢迎你来重庆。那我来重庆吃，我们两个吃火锅，吃完了火锅，然后我们两个去哪里？吃完火锅回家呀。回家一起回家吗？还是分开回家？各回各家。各回各家。那你还想什么的？那我们两个不能敲个局吗？啊？我们两个不能敲个不局吗？听不懂。对，我现在是在重庆，哥姐们，我听不懂的，我听不懂。跳国标啊！我不会跳国标。开玩笑的。这样说的话，你们对面的大哥真的这个港直播的太没有尊重的人，这个人特别奇怪的那个感觉。哥哥姐姐们都知道你是。我这个人兄弟们，你们慢慢了解一下，我这个性格特别喜欢说开玩笑。知道哥哥姐姐们都知道你是为了节目效果，为了开心，为了大家开心快乐，是不是？然后如果我去重庆的话，我跟这个小熊美女一起一定要吃饭，真的吃饭是一个好事情，没有其他的事情。小熊美女是小熊美女的路，港直八段是港直八段的路，我们两个路方不一样，所以就我们两个重庆火锅相当一块一起可以吃 ，Let's go。可以的，有机会可以欢迎你们到重庆。好的，欢迎大家，重庆欢迎大家哦。重庆城市我我想一想啊。感谢关注。哎呀，对，我22岁的时候，我重庆去过一次。哦，22岁。对。给你看看我的狗狗，它睡醒了。打个招呼。咦？你小美女，你们两个都一人有一个狗吗？谁呀？我还有认识的有一个汉族美女。汉族美女叫什么？一笑人言美女。一笑美女，她在吗？我看一下啊。她在直播了没有？她好像下播了。那应该也是很漂亮、很优秀的美女。她粉丝有100多万。哇，这么厉害！那我们认识一下，看看在不在。好，下去了。他今天晚上不在下播了，以后我就你们两个介绍一下，你们两个交个朋友。你们两个都是一个族，他也是汉族，你也是汉族。可以的，很高兴，很荣幸啊，认识我们这么优秀的朋友的朋友。现在43岁，不可能呀，兄弟，43岁快买的，现在我34。现在34，刚好12年我没有去重庆，真的。34减去22的话，12年，对不对？34减多少？22。12。对，12年。12年我没有去过重庆，兄弟们。那变化还是很大的，12年。肯定变化大嘛。有机会可以到重庆，欢迎大家。那你有机会来成都吗？成都。你在成都？四川成都。对。好的呢，带我们两个一起吃个饭啊。好的。
好，休息美女，那就今天晚上这样，晚安。好的，晚安，你早点休息。哦，我早点休息，没有，马上去演出。哦哟，你真去演出还假去演出啊？真去演出呀？真的有那种就是这么晚他们都不休息的吗？真的有，真的有。正规的。我们有一个这边演艺中心，晚上9点半上班到凌晨3、4点就下班。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会儿下播了，还要去演出1个半小时、2个小时？1个半小时上班。我以为你开玩笑的呢，哇！不是开玩笑，真的真的。我这个挣钱真的不容易，我说实话。你也太拼了，你哥，你这也太拼了，这么特别累。白天大部分都我就12点钟、1点钟样子我就睡觉。白天才睡觉，晚上都不休息。白天最早12点半、1点钟样子就起床。那你每天才睡几个小时啊？这？差不多7、8个小时吧。哦。行，可以的。很多人说是有文化的那些人，医生那些说过，给我讲过，就7、8个小时休息完了，就应该休息够了，说了。身体8、9个小时不怎么影响。我快到了10年，天天熬夜。你的意思是熬了已经有10年了？对，已经10年多了。真的，现在身体健康，什么都没事。去年我去成都检查了。哦，那就好。对，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不能太拼了。拼的你健康的身体。对。去问俺姐在嘎嘎的是个大件这个上个大王有催人你们去好的。他是藏族人，所以他说藏语在直播间不会被提醒那种。如果我们说别的语言，就会被提醒。哎呀，哥哥。我叫你哥哥，哥哥是哪种吗？听不懂啦，浩然哥哥。我叫你一个新的一个名字。嘎嘎。那个熊名字不好听，所以我叫你一个斯娜。斯娜是你给我起的藏族名字吗？对，我起你一个名字，斯娜卓玛。斯娜卓玛，斯娜美女。我以后叫你斯娜卓玛。好的，谢谢你给我起的名字，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老师，我也是有藏族名字了，是吧？格格 smart。有没有？不知道，好像再没有直播。我就没看到浩然。好，斯娜卓玛，拜拜。好，拜拜，港珠巴蛋哥，有机会再玩。好，早点休息。好 ，Let's go， Where are the snow？你妈了从，大家别给健康们个也那些老人个，就是东北的他啥？哦呀，这么几个啥卡种可能做得着，他这下路那种电木样么大几了，听你妈了从，这人都的那他，个人。